상관인데요. 부모님咱们今天用到这个了，咱们实际培训成果，实际培训用的，这个好这几天功夫，没那么多的，也能过日子吧。曾经的3年了，老王老师现在要是中国那边的，上过3年西干过，小时候跟你讲过，3年培训工作的找学的，你参与这些的学生呢，这人他相似。每个师傅培训今天做个看，做到那边阶段培训，什么阶段培训？俺西干过3年的，20年的培训当培训，老天也来上市怎么讲呢？中美了，都要有我们这培训意思。那行。
지금 공수장을 좀 기지하는 가운데 우리 지금서는 현장으로 진행하는 대단히 멋있게没办法，有所说的，这叫做啊，凹凸，来学习嘛，你凹凸才，也很比较的，不。